某日我同一位00後嘅同事食飯吹水，單嘢真係離晒譜，睇到我 O 晒嘴啊！O 嘴係咩嚟㗎？好 cam 啊！喺嗰一刻，我終於知道自己老啦。每個年代都會有屬於佢嘅潮流用語，當年嘅潮語經過時間無情嘅洗禮之後，就會慢慢變成一種時代嘅見證，就好似化石咁樣。如果你唔小心講咗一啲過咗氣嘅潮語，就等於攞住嚿化石出街，咁就會俾其他人笑㗎啦。而今集我哋會分享一啲原來已經過咗氣好娘嘅潮語，仲會介紹依家最新00後講嘅潮語，一齊見證潮語嘅進化史。你依家收睇嘅係一個人 TV， 一個用廣東話介紹真實嘅中國歷史文化嘅 channel。如果你中意睇我哋嘅內容，又想支持一下我哋，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同埋加入成為我哋嘅會員啦。好 in 嘅意思即係追得上潮流，十分時尚咁解。例如可以咁講，你個袋個款啱啱出咗冇幾耐啫，真係好 in 啊！早10年8年都仲會有人咁講嘅，但係如果你而家仲講好 in，你就會變成好 out 噶啦。依家一般會用好潮嚟代替好 in。笑爆嘴即係解件事好好笑，笑到個嘴大到爆為止。亦可以用笑爆嘴嚟取笑某人做咗啲戇鳩嘅行為，例如小明今朝調轉咗件校服嚟着，真係笑爆嘴。曾經係潮語嘅笑爆嘴，唔知點解越嚟越少人講，而家再聽返就已經有一種年代感啦。而近年如果我哋形容一件事好好笑，比較多人嘅講法係笑死。揩，如果揩用作形容詞，就係形容無聊同埋可笑嘅事情，多少帶有點侮辱性。例如今日係禮拜四啊，唔係禮拜五，咁都記錯，你揩㗎？你都揩揩地。如果揩係用作名詞使用，例如話人你個揩屎，就係直指白痴同低能嘅人。揩嘅正字為海，國語嘅音係 KAI 第三聲，最早出現喺台灣，係形容一個人做嘢唔經大腦就會使用。久而久之傳入咗香港之後，就攞海嘅國語讀音聲母韻母 KAI 作為正字而成為潮語。揩呢個潮語記得喺20年前我讀緊中學嘅時候最為流行，身邊好多同學都會笑人低能做揩子，但係唔知幾時開始就漸漸少人講啦。而家再講分分鐘冇人聽得明，自己變埋做揩子。仙氣係2015年12月起興起嘅網絡用語，起源喺高登討論區一個討論貼入面，轉載咗一位女學生同男同學嘅 WhatsApp 對話。其中嗰位男同學用仙氣呢個詞語形容對方獨特嘅氣質，呢個討論貼引起咗網民嘅廣傳熱議，更被推到上報紙，並引發一眾網媒抽水熱潮。喺事件入邊，女事主事後被稱為仙氣女神，喺 IG 貼咗2張 WhatsApp 嘅截圖，內容大要係隔離班嘅同學攞咗佢嘅電話之後，就不停咁發 message 騷擾。女事主初仲有單字回覆，但係之後就冇再回應啦。於是男事主不斷單機自言自語，其中一句你有一種好特別嘅氣質，係出邊啲女仔冇嘅。冇錯，就係仙氣，從此一鳴驚人。仙氣呢個潮語就被廣泛流傳，印象中就真係嗰幾年特別喺網絡上多咗人用。以前我哋見到好有氣質、超凡脫俗嘅女仔，會用仙女下凡嚟形容，而仙氣應該就係差唔多嘅意思啦。例句睇返以前陳順基飾演琴青嘅郭羨妮，真係充滿仙氣啊！屈機嘅屈字可以解作令人無法反抗地屈服，出自春秋戰國嘅孫子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而屈機呢個詞語就係源自80年代嘅遊戲機中心，比較常出現於格鬥遊戲中，即係其中一方嘅玩家反覆使用同一招嘅招式去攻擊對手，或者直接將對手推至牆角，結果令對手或者電腦角色喺無法回避或者反擊嘅情況下敗陣。後嚟呢個詞語漸漸成為咗香港嘅潮語，指嗰啲展現強大實力而壟斷局面、令人無法招架嘅行為或者人係屈機。簡單嚟講，即係稱讚對方實力超晒班、非常強大嘅意思。例如美斯連過3個後衛喺禁區如入無人之境，真係屈機。屈機喺我心目中係非常出色、無可取代嘅潮語。聽到屈機2個字，腦海中好自然可以想象到嗰種無情圓弱對手，打到對方毫無還擊之力嘅畫面。喺今時今日我都仲用緊屈機呢個詞彙㗎，所以當我聽到原來連屈機都開始過氣嘅時候，
真係有啲意外。而新一代依家會講 OP overpower， 你哋用強大嚟取代屈機，唔知你有冇聽過呢？電車男。電車男原本係日本網絡小說《電車男》及其男主角嘅網名。嗰本小說喺2004年推出之後，喺日本大受歡迎，之後就改編做電影、電視劇、漫畫、話劇等等。隨住日劇《電車男》喺2006年喺香港播出，由於劇中男主角係一名御宅族，經過部分香港傳媒不斷引用傳播之後，電車男呢個詞語除咗成為御宅族、毒男、宅男嘅同義詞，更加被描述成喜歡日本 AV 鹹濕嘅男性，當中嘅意思已經係相當偏頗，帶有歧視成分。由於當時日本嘅二次元動漫文化喺香港仍然屬於係小眾，大眾對於日本嘅動漫文化冇咩認識，所以當香港人見到日劇裏邊電車男內向沉迷二次元女角色嘅情節，就會認為中意睇動漫、中意 ACG 文化嘅人都係好似電車男咁樣咁刻板嘅印象。但係家下就已經冇咩人再用電車男嚟形容中意睇動漫同埋成日匿喺屋企嘅人啦。通常會講咩你咁宅㗎，但當中負面嘅意思已經比電車男輕咗好多。畢竟近幾年我哋都經歷咗疫情，全部人都強制宅咗幾年，宅喺屋企漸漸變成咗一種常態。再加上動漫文化進一步普及躍升成為主流文化，所以今時今日電車男嘅污名終於可以洗去。爆 shit 係曾經網民成日用嘅潮語之一，解作爆發自身嘅潛能。爆 shit 係源自日本動畫《機動戰士 Gundam Seed》。喺動畫入面，一眾年輕嘅男女主角喺戰鬥中緊急嘅關頭嗰陣，就會覺醒爆發潛藏嘅力量。喺力量爆發嘅時候，畫面裏邊主角嘅眼前就會出現一粒代表佢哋嘅種子嘅物體爆發，然後主角嘅能力，例如觀察力、敏捷度等等，都會瞬間提升數倍，然後可以以一敵眾，將敵人秒殺。因此，爆 shit 就被借代為瞬間將自身嘅潛力發揮出嚟嘅意思。而轉眼間 Gundam Seed 都完咗超過20年，依家後生嘅好可能連高達都冇睇過，所以唔知道爆 shit 係點解都係正常嘅。唉，真係有啲唏噓。界女嘅意思同溝女差唔多，但係個界字比起溝字更加有攻擊性同埋侵略性。個感覺界女係用喺酒吧、夜場等等嘅場合結識女性更為合適。界女嘅起源已經無從考究，大概從2000年開始，好多雜誌周刊中意用界女呢個潮語，然後就越來越多人講，去到2003年仲有套戲叫做《失憶界女王》，後嚟去到某個時間就冇人再講界女啦。依家已經變成充滿年代感嘅歷史遺跡，而現代人就會講 Vert 女嚟代替界女。佛系大概喺2018年左右開始比較頻繁喺中文網絡跟媒體出現，喺中文嘅語境大致嘅意思係點樣都得，看淡一切，無欲無求嘅一種生活態度。根據考證，佛系係源自2014年日本著名嘅女性雜誌提出所謂嘅佛男子概念，佢係指專注於自己興趣或者工作，唔願花時間同異性交往嘅男子。而依張圖當時係好經典咁樣代表佛系。香港好多網絡媒體都有對此進行二次創作，例如蘋果日報就用佛系嚟諷刺當時嘅港鐵主席馬時亨，指佢喺沙中線紅磡站鋼筋造假事件裏邊唔做記錄、唔匯報、唔追究。依家佛系呢個潮語間唔中都仲會聽到，不過更多人會講呢幾年中國開始興起嘅躺平。佛系同躺平都有放棄物欲追求嘅意思，但係後者躺平更加有無論幾辛苦工作都改變唔到命運，對社會絕望同無奈嘅意思。3萬 fans 喺2020年2月，香港市面上嘅外科口罩嚴重缺貨，有 Facebook 專頁出帖聲稱有口罩供應或者派發，然後部分網民就喺貼文度留言2盒 fans。及後有一位香港防暴警員喺同月嘅20日被確診感染武漢肺炎，2盒 fans 就演化成3萬 fans， 寓意希望為數3萬嘅香港警隊全部中招。有一種講法係喺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之後，政府未曾有懲治任何有問題嘅警員，其後更縱容721事件，所以3萬 fans 意思上同做壞事嘅人俾天收冇分別。而隨住疫情過去，3萬 fans 都逐漸少人講啦，但係香港人心中嘅憤恨又有冇消散呢？以上就係10個過咗氣嘅潮語，咁大家知唔知道最新00後講嘅潮語又係乜嘢呢？呢度我就俾大家睇下其中比較有代表性嘅幾個00後潮語，睇下大家知唔知道點解啊？世一
呢個應該大家都知道啦。世一即係世界第一嘅縮寫，意思指無與倫比，常用於粉絲對偶像嘅稱讚。零尊，零尊意思係零尊重，即係完全唔尊重某人、某事或者某種行為。用數字零嚟表示程度，係年輕一代常用嚟表達不滿或者批判嘅方式。類似嘅例子仲有零 firm，即係唔確定；零興，即係冇興趣咁解。張中和，潮語張中和並唔係人名，而係尊重我嘅普通話諧音，即係希望別人尊重你。楊過，楊過嘅用法主要係來自武漢肺炎，指楊過即係曾經確診武漢肺炎呈陽性，但係而家已經康復嘅人。利用《神鵰俠侶》主角嘅名字諧音，表示病毒已經過去咗。我個人認為呢個詞係難 get 多啲。YYDS 其實唔係由英文詞彙嘅縮寫組成，而係由普通話拼音嘅韻母組成。YYDS 就代表永遠的神，形容某事或者某人非常厲害，有住神一般嘅出色，冇人可以取代或者超越。剛才嘅00後潮語，你又識得幾多個？唔知你對佢哋有咩感覺呢？我自己就深深體會到時代嘅變遷。00後潮語裏邊有唔少係嚟自普通話嘅拼音，反映咗中國大陸嘅文化已經為新一代年輕人所接受。而呢啲潮語比起講出口，打字體會更加自然流暢。睇嚟大家已經都習慣咗用文字代替口講嘢溝通啦。好，咁今集就去到呢度，唔知大家仲知唔知道其他過咗氣嘅潮語呢？歡迎留言同大家分享。呢個頻道仲喺起步階段，需要大家嘅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想睇更加多探討社會現象、民眾心理等嘅影片，請唔好用即你嘅手指或者 mouse，幫我哋 like 同 share，當然仲有 subscribe 我哋頻道，以便第一時間睇到我哋最新嘅影片啦。